15块在病房床头的餐单点餐，却被外卖员告知是8块9的拼好饭。这是拼好饭来的哦。这是拼好饭的，是哦，我靠，那么贵！连病人的差价都赚，你们还有心吗？刷到一外卖小哥到医院送餐，却被下单人要求撕掉外卖小票再送进病房。于是送到后，小哥不放心的询问顾客，我说是不是你自己点的？他叫我撕小票哦。结果顾客听完一脸懵，说自己没有点外卖，我不知道哎，那是不是我们点的？他那个是赚外快的呗？因为是给病人吃的，正好看到床头有个扫码点餐，以为是医院食堂张贴的，想着能干净健康一点，于是就花15元扫码点了一份餐。结果等外卖小哥送来了才知道，自己花高价点的干净饭，实际是8块9的拼好饭。实付8块9。下单人动动手指就赚了6元差价，甚至为了不被发现，还特地要求外卖小哥撕掉外卖单。幸好碰上这个外卖员比较热心，主动询问告知了家属，没有说拼好饭不好的意思。但一旦出现了问题，家属连溯源追责都找不到人。你如果去别处赚这几块钱，或许不会有人多说什么，但这是医院病房，在这里吃饭的大多都是本就需要营养的病人和身心俱疲的家属，更别提那些本就家庭困难、舍不得吃贵的，但为了换点健康还是选择下单点干净餐的人。连这种钱都要赚，真的是丧良心。